1975年成立嘅 Maurice Lacroix 今年就50歲啦，正式踏入呢個知天命之年啊！要講到呢個品牌嘅歷史，就要講下佢曾經嘅母公司 Desco von Schultes 啦。呢間公司咧喺1889年成立，一開始咧係專門從事絲綢貿易，早喺18世紀末已經紮根唔同嘅亞洲市場，其中就包括中國同日本。去到2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呢間公司就擴充業務，做埋手錶分銷嘅生意。其中同佢哋合作嘅品牌就包括 AP、JLC、Heuer 等等。喺度講少少題外話先，講到 Maurice Lacroix 同 AP 嘅關係，相信好多朋友都會話艾美隻 icon 係一隻親民版嘅 Royal Oak。呢個講法我就覺得見仁見智啦。但係事實上佢哋兩個嘅淵源絕對唔止咁簡單，仲要同香港有啲關係添。喺2005年咧，同 Desco von Schultes 合作咗超過半個世紀嘅 AP 就睇中咗對方喺亞洲市場嘅經驗同埋實力，雙方咧就成立咗一間 joint venture 叫做 Audemars Piguet Hong Kong Limited， 負責 AP 手錶喺香港市場嘅分銷工作。有趣嘅係呢間 joint venture 喺成立嘅時候就已經知道唔會維持好耐，因為呢間 joint venture 只會維持3年，之後 AP 嘅母公司就會全面接管香港嘅分銷工作。其實除咗香港之外，喺千禧年代期間 Desco von Schultes 仲同 AP 喺其他亞洲市場有類似嘅合作。根據 WatchWiki，Desco 咧亦都長期持有少量嘅 AP 股份，係 AP 嘅股東之一。由於 AP 係一間私人持有嘅公司，呢個資訊有幾準咧，我就冇辦法考證。但係咧 AP 喺2009年委任嘅 CEO Philip Merck 正就係喺 Desco Luxury Group 過檔，都足以反映咗呢兩間公司嘅關係係幾咁千絲萬縷。大家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再望翻隻有啲似 Royal Oak 嘅 icon， 唔知又會唔會別有一番風味呢？唔好意思，翻嚟 Desco von Schultes 嘅歷史先。喺1961年 Desco von Schultes 就收購咗一間手錶組裝廠，開始為其他品牌生產手錶。去到1975年，我哋呢條片嘅主角 Maurice Lacroix 終於誕生啦。去到90年代咧，品牌就推出咗一隻大受市場歡迎嘅錶款 Calypso。喺呢隻錶上面咧，我哋已經可以開始見到一啲 icon 嘅元素，包括錶圈上嘅裝飾同埋一體式鏈帶嘅設計。2004年，我覺得絕對係品牌而家睇翻轉頭都會覺得值得回味嘅一年，因為佢哋同當時已經喺網球界打響咗名堂嘅費達拿簽訂咗合作。費達拿除咗會出席品牌嘅活動同宣傳之外咧，亦都同艾美推出咗一系列嘅聯乘錶款。講到呢度又想同大家講下，好多朋友都以為費達拿係喺同勞力士合作之前代言艾美呢個品牌，其實咧係錯嘅。勞力士早喺2001年就已經開始同費達拿合作，但係喺2004年就殺出咗個艾美，同費達拿簽咗一份為期5年嘅合約。勞力士眼白白咁見住俾艾美搶人髮，2年後咧都不甘示弱，幫費達拿訂解約金，同時再同佢簽訂咗一份為期10年嘅合約。呢個亦都係點解費達拿只係短短同艾美合作咗2年幾3年嘅時間。雖然冇咗費達拿呢個代言人但係2006年對於 Maurice Lacroix 嚟講都絕對係一個值得紀念嘅一年，因為品牌喺呢一年咧就推出咗首款搭載自家計時機芯嘅錶款。而喺短短2年後咧 Maurice Lacroix 就推出咗一隻非常黐線，錶徑去到49mm， 全世界第一隻具備機械記憶功能嘅超複雜計時錶。呢隻錶搭載咗超過600個零件，品牌自行研發嘅 ML128 機芯隻錶最勁嘅位就係只要撳一下個 crown 嗰粒掣，就可以無縫切換時間模式同計時模式。而機芯可以完整保留2種模式嘅運行數據，即係你計下時想睇時間，切換到時間模式之後，再切換翻去計時模式，時分秒針可以即刻翻去頭先計緊時嘅位置。而即使加上咗呢個超複雜功能，呢隻手錶嘅 Power Reserve 依然去到4日以上，認真誇張聽到呢度，我知你諗緊啲乜？喂，大佬，我求其一隻 Chrono 都可以用支 Chrono 秒針同埋累計分鐘小時嘅 Subdial， 一路睇時間一路計時，仲唔使撳個掣切換咁麻煩添。如果你都係咁諗嘅話咧，我會話你知，我係絕對認同嘅。但係同時地咧，呢個 project 亦都反映咗艾美嘅研發實力，同埋佢哋對於技術創新嘅支持。而其後咧 Maurice Lacroix 亦都成功將呢個機械記憶嘅技術應用喺 mass market 嘅產品上面，向市場證明咗佢哋都有量產複雜功能手錶嘅實力。
去到2011年 Desco Von Shooters 咧就俾 DKSH 收購，其中就包括 Maurice Lacroix 嘅業務。而喺5年後咧，品牌就推出咗而家最為人熟悉嘅 Icon 系列啦。第一隻推出嘅 Icon 其實係石英款式，但係去到2025年嘅今日，呢個系列已經非常豐富，唔同顏色、材質、尺寸，甚至乎手上鏈或者鏤空嘅機芯佈局，你都可以揾得到。就好似我手上拎住嘅呢隻同藝術家 Walto 聯成嘅限量版，就係一個42mm 自動機芯嘅版本。講到 Icon 呢個系列，其實真係不得不佩服 Maurice Lacroix 對市場嘅觸覺。近呢10年，手錶市場基本上都係運動錶主導。除咗潮流同審美嘅改變之外呢，我諗亦都係因為大家而家着正裝嘅場合越嚟越少，又或者越嚟越多人發現，就算着正裝戴一隻好型嘅鋼帶運動錶，其實亦都無傷大雅。而 Maurice Lacroix 喺2016年推出 Icon 呢個系列，正正就填補咗呢個市場大概1到2萬蚊價位嘅空隙。我自己主觀嘅感覺，呢個產品嘅定位喺機械錶嚟講，大概就係介乎於天梭 PRX 同埋名仕 Riviera 嘅中間。而呢個產品線除咗銷量唔錯之外呢，相信亦都係好多年輕嘅朋友認識 Maurice Lacroix 呢個品牌嘅原因，絕對可以算得上係一個成功嘅商業案例啊！我諗唯一可惜嘅係 Icon 嘅鋒芒似乎令大家都忘記咗 Maurice Lacroix 真正耍家嘅其實係佢哋嘅旗艦 Masterpiece 系列。單就講現行款式入邊嘅呢一隻 Triple Retrograde， 同埋我喺其他手錶品牌從未見過呢一種佈局嘅 Square Wheel， 絕對令我戥 Masterpiece 呢個系列感到可惜啊！喺籌備呢條片嘅時候，我都走訪過好幾間 Maurice Lacroix 嘅分銷點，而大部分都冇 Masterpiece 系列錶款嘅陳列。我諗都側面反映咗呢個系列叫好不叫座，而呢個亦都係我覺得而家成個手錶市場，不論任何價位嘅品牌都面對緊嘅問題，尤其是係主打正裝錶款嘅品牌，到底係繼續堅持做自己最叻嘅範疇，緊守品牌嘅 DNA， 抑或好似 Maurice Lacroix 咁靈活變通，迎合市場，打造出打動到消費者嘅產品？呢個對於手錶行業嚟講，絕對係一個 $1 million question。喺呢條片完結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隻我最中意嘅艾美錶。講起5針同族嘅錶款，除咗 Diptyque 同 PP 之外， Maurice Lacroix 應該係極少數會做呢個手錶佈局嘅品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應該可以喺二手市場輕易喺2萬蚊港紙內揾到呢隻錶。由於片長關係啊，呢條片仲有好多好正嘅艾美錶未能一一盡錄，但係咧都希望可以令你哋對呢個品牌多咗少少認識。其實每次做呢啲品牌故事嘅片咧都好開心，因為整呢啲片啊俾到好大嘅動力，我去梳理同埋整合 research 翻嚟嘅資料。如果中意呢類型嘅影片嘅朋友咧，就記住多啲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啦。同埋最近咧花咗啲時間去經營 IG， 如果想睇多啲手錶靚相同埋幕後花絮嘅話咧，就記得快啲 follow 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